剑潭山，但是我们开到这个剑潭海外青年活动中心来停车。这个以前我载我的老婆来这边考试比赛过的冠军老婆，就是从这边比赛睫毛的。你别错啊，我的聋哑。我们今天要来爬这个非常亲民的剑潭山，非常亲民，非常好爬。今天天气很好，应该南部有那个台风，所以太阳非常大，午后怕会有雷阵雨，我要早点出发。我们要车子停里面，走出去，再走到对面，对面就是我们今天要爬的剑潭山。过来，快点，过来，走啊！开始上爬。陈思优心，你干嘛？你帽子戴起来，帽子戴起来。你怎么了？你干嘛？你会怕是不是？你会怕？好怕高啊！虽然都是阶梯，但是这个5星级的树林步道很棒，晒不太到太阳。慢慢走，陈思妍、陈佑熙，我们现在慢慢爬起来了。等一下。还有1个小时多才会到达关机平台，我们今天的目的地。爬上来之后，大概往上爬大约30分钟，就可以爬到山顶，一直就是接下来的就是平缓的道路，很舒服的道路，沿路上真的都是唱歌的声音，非常亲民的路线。哇，这个步道真是5星级中的5星级。晒到太阳的几率也不高。
上面还有羽球场，真酷哎！距离我们的墓地还有松鼠哎，小朋友你看，松鼠有没有？我有2只哎。对啊，有没有在那边？看到了，可爱哦，可爱啊！松鼠，小声一点啊！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城市里那什么声音啊？它好像在等人家喂它的东西一样，完全不怕人的。现在遇到大概150公尺的陡坡楼梯，持续的往前，快要到了。其实这个总共路程也才2公里而已。距离目的地还有40分钟的路线。现在这一段路平坦、高低起伏不大的，非常好走的那个水泥路，超好走的。会累吗，小朋友？会累吗？没关系。不会。很棒哦！继续加油，快到了。看到了。这个叫老地方停机坪，我们刚刚已经休息完了，吃完东西，休息完了，发现这个里面山上有运动的地方呢，我们搭建了一个秘密休息的地方，里面很多阿姨啊，可笑，我们看一下，酷，很舒服哦。凉哦，走吧，走喽！不要打扰人家吧。好，继续我们的回程之路开始喽。回程下坡，凉风徐徐，舒服，走喽！
个上来大概才50公尺处就唱歌的地方，坐在那边不爬了。哎，要再训练，欠加训练。这山上一堆都70、80岁的阿嬷在，阿公阿嬷，阿嬷要减肥。唱歌，边走边聊天。他们以后希望他们以后长大也能够喜欢爬山，跟爸爸一样。将近10分，我们完成从这边到这里而已。来，4K， 慢走，很轻的路线，210公里。我们只有到这里而已啊。对，大概到这里，我行到这啦，你行到这啦。是啊。哎，我都辛苦啊你。很厉害的啦，有没有？哎呦，差点走失。哎呦，还好这边有搜讯。哦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洗手，擦脸一下，准备牵车，结束，耶！我想要好贵。好。